2025年11月19號，特朗普簽嘅 Jeffrey Epstein Transparency Act 正式俾 DOJ Department of Justice 30日，12月19號前要完全發布所有愛普斯坦文件。然後10幾日一直冇動靜，直到12月3號，一堆相同影片出嚟，震撼網絡。有呢張相，愛普斯坦佢老婆 Ghislaine Maxwell 同一位教宗 John Paul II 俾相架裱起來嘅一張照片，代表到整個事件嘅都係看似平凡，但從中找到房間佈置會猜測到呢個世界被揭發最大嘅戀童工業當時到底發生過乜嘢恐怖事。似相中呢位教宗話，天主教教堂作為世界上最古老組織之一，從來唔少搞僆仔傳聞。John Paul II 就係當權時包庇好多主教戀童。再睇到佢掛喺羅利島嘅相，難怪島上咁多佈置有着神秘學嘅隱藏信息。最恐怖都係嗰間房。大家好，又係我。12月3號出咗150張相同埋片有關揾到嘅嗰啲嘅證據。我哋今日就分3個類別去講揾到嘅各樣東西。但我首先睇同石像有關，因為真係好多石像。我之前都睇過個 TikTok 話 St. Little James Island 其實都有啲民居喺附近，全部都知道島上會發生乜嘢事。當時 Jeffrey Epstein 好怪嘅，會放一啲紙板人去扮作真係有人喺島上，但事件爆出嚟當然消失晒啦。相信島上有好多真正嘅嘢都消失咗，而而家走喺呢個羅利島上，有著同樣嘅 palm tree 同淺藍色屋頂，但最大嗰間屋就已經唔見咗。樓下有嚇親我嘅呢一個人，佢係咩人嚟嘅？我以為佢係怪物。去到泳池旁邊嗰黑人石像，先發現原來島上存在各種石像同肖像，但大多數唔係真正代表一啲乜嘢嘅。直至我睇到有古埃及亞魯洛奇咁樣嘅石像啦，或者有美人魚嘅一個燈嘅一個嘢，而見到呢個半人半羊嘅石像，先發現可能唔似裝飾咁簡單。呢隻叫做 Pan。係古希臘一個神，代表野獸、牧羊、鄉村音樂同最緊要係性愛之神。其實話做嘅一切都係一個大嘅祭祀儀式。所以屋上原本有貓頭鷹神，除去咗嘅太陽神，而家太陽落山啦。其實我成日喺度問咧，呢啲有錢佬點解會去一個島上搞一啲嘅小朋友呢？因為嗰時 Jeffrey Epstein 佢書架度揾咗一本書名 Moonchild。係一個叫 Aleister Crowley 嘅人用 sex magic 去達到自己目的嘅一個教主所寫嘅。所以島唔係有錢佬開 party 嘅地方，係佢哋用 sex magic 做祭祀，幫助自己更加成功嘅地方。但其實我之前都講過呢一點啦，咁而家呢啲150張新證據只係 confirm 咗呢一點啫。咁有啲新嘢有。今日最出名嘅嗰一張相，嗰一間房，嗰啲嘅面具，俾你睇。原來愛普斯坦除咗要做呢啲嘅祭祀，佢係一個人體實驗嘅地方。細思極恐嘅呢個房，點解牆上有面具？房中間有着醫療診所嘅病人凳，係媒體報道呢一個最厲害嘅一張相，令人諗到 Eyes Wide Shut 光榮會 party。嗰班老男人戴上唔認得佢哋嘅面具，將綁喺凳上嘅嗰個未成年對佢做出各種行為，嗰個人都唔知道邊個搞佢嘅。但可能大家俾呢個 narrative misdirect 咗。2點，面具其實有似嘅人士，例如呢個似 Ted Cruz， 就彷彿同你講邊個上嗰個島，佢係美國德州 Senator。話呢個面具根本就係 Dr. Phil， 出名電視上幫助問題少年嘅叔叔。佢2021年被未成年少女 Hannah Archuleta 告。天黑啦，但第2點嘅 misdirection 根本就係 misdirect 你呢一間房間佢嘅真正用途係啲乜嘢？佢係一間做人體實驗嘅房間。而 Juliette Rose Bryan 又係一個冇太多主流媒體報導嘅人，好多 social media 都唔敢講嘅愛普斯坦受害者，話佢從來都係對基因改造、做人體實驗有一定嘅狂熱。倫敦、巴黎島上，佢被飛往到嗰啲地方，而佢訪問中解釋嗰個房間到底為什麼存在。佢話自己脫去所有衣服，瞓咗喺度，喺嗰個房間入邊。有戴住面具嘅男人喺佢身邊，同一位女醫生喺佢身上做人體實驗。總共6個男人，1個女人企喺佢後面，佢不能喐，不能講嘢。之後佢好似對此感到模糊，唔記得佢哋對佢做過啲乜嘢，只記得女醫生不停叫佢放心。佢整段訪問好恐怖，最恐怖係話佢見到 Jeffrey Epstein 喺房間做愛嘅時候變形，頭變得巨大，眼睛變得黑色，有角似一隻龍。confirm 我哋之前所講嘅嗰啲性愛魔法嘛，
如果大家想睇整段訪問，撳下面第一個連結成為會員，我呢一兩日整段訪問嘅翻譯就會出街。呢個主流媒體唔敢講嘅真正愛普斯坦故事，變成一條龍啦！真係坦白講，我做 research 嘅時候，我都估唔到我哋會去到龍嘅呢一度呢個所以我話呢啲嘢真係越揾越多，越嚟越癲啊！真係。而癲到最後係150張相隱藏或失蹤嘅物件，如呢張電話嘅相 Darren、Rich、Mike、Patrick、Larry 呢啲人到底邊個？或呢幾個字喺黑板上 Power、Deception、Music， 但又岔走嘅名字。坦白講，12月19號又話咩放晒所有 Epstein file 出嚟，如果全部 file 都係全部 redacted， 有晒一個 black mark 喺度，其實我覺得係冇乜意思咯。更冇意思係人哋相信拍呢啲時大量東西已經被撤走，例如剛剛嘅 Juliet Rose Bryant 分享一幅畫係呢個。係十分之暴力同4級兼變態，你會見到一隻 walrus 咁樣嘅動物喺度搞緊一個綁喺度嘅人，但你唔會喺呢啲公開文件中睇到咁樣嘅一個畫面嘅，因為人哋相信就係真正所有壞嘅嘢已消失晒，或者從來都係隱藏。我係乜嘢意思呢？有人話島上所有呢啲建築物都係做 show， 其實真正 Epstein Island 根本就係屋底或喺島嘅裏面。根據呢個 drone 拍攝過嘅建築物，你會睇到原本係一個十分之唔起眼嘅建築物，但根據調查後發現佢有個秘密通道，而喺2019年9月11號呢個 drone 飛入去呢個洞口度，通往到呢個咁樣嘅秘密世界，好似一個 storage 咁樣，但佢上邊冇任何明顯嘅建築物嘅，點解需要一個 storage 存在？但係佢根本就係嗰個真正嘅 Epstein Island 咧，所以而家另一位有錢佬 Steven Dekoff 買咗做一個 resort， 想改頭換面 Epstein Island， 只係改頭咗上邊，下面仍然係一樣㗎嘛，一樣嘅運作。所以我終於明白嗰個 St. James 嘅附近嘅居民講嘅嗰段説話咯。點解愛普斯坦會將一啲假嘅紙板人扮作係島上嘅真人呢？因為從來島上面都冇人喺度㗎，因為所有嗰啲上佢飛機嘅重要人物根本唔會逗留喺上面，而係去到島下面嗰個隱藏嘅部位度，嗰個真正屬於佢哋嘅世界，屬於龍嘅世界。Man, I can't get over that, man. Like honestly, but 係咯，多謝你哋睇呢一個片啦。But anyways， 多謝會員嘅朋友繼續支持啦。整個訪問喺呢一兩日就會出街噶啦，真係我都想係咯了解一下。咁係咯，撳下面連結成為會員啦。下次見，拜拜。